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来看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准备明仔载要来提案，要甲反渗透法付字托。今仔日先来办公听会，国民党甲民进党邀请学者意见真无同。国民党这边来批评讲，这个法案根本就是调集老草来立法，嘛来警惕讲，这是也未通过中共代理人法案的救死还魂。民进党这边是来呛讲，速度紧，毋是老草，就算是救死还魂，又如何呢？中国媒体公布这段影片内面的强调王立强看到正面干了1秒尔。画面的真实性，我们无从判断，我们还是以尊重我们检调单位的敌对势力威胁的最前线，我们更有必要来推动相关的法制。伊讲要立法，就是民进党团拜五提案的反渗透法草案，要伫议会内面交字托进前，先开公听会，各党团拢有找专家来。仓促的立法的这个做法会不会不符合正当的立法程序？哈，对我们有需要的东西，快速不见得叫草率，重要是那个内涵。是换汤不换药，这个反渗透法是不是中共代理人法的借尸还魂？你说他借尸还魂，又如何呢？如果说真的是必须要活起来，你就是让他活起来。国民党、民进党找来学者意见无同款，不过就算反渗透法有机会伫拜五交付儿童，真正要顺利三读过关，罚上届当7年以下，上当500万以下罚金，也若无，就协商达成共识，召开临时会，才有机会伫12月底完成。若搁前着，就可能要到选后，法案才有机会过关。